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5月18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南北两党想要伫5日抗战前三读通过国会改革法案，立法院将摒暝来逐条审查。南北赢，因为人数较占优势，所以已经自投表决通过立法院的职权刑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总统的国情报告咧，爱采用随问随应话方式。啊，若昨哪日互相对价发生冲突，有几名立委已经受伤送病院。南北党团17联手要拼5日抗战前三读通过国会改革法，引起朝野立委冲突，早起议会就发生肢体冲突。另野立委张家彬逼去主席台，南野立委陈清辉想要改动，两人做阵摔来，南委罗廷辉对后壁由张家彬，两个人搁起卡动手，议场自早起就故意混战，南委徐卡兴摕食品仔伫咧分，也讲南委摕气声喇叭，议场韩国瑜尾啊宣告禁止炸违禁品，立委完袂煞，韩国瑜三边开朝野协商又还无共识，以为要透明战，暗时进行表决大战。表决到一半，南绿白国发生激烈的冲突。另野立委想要对主席台后边这个门冲入去议场内面，甲主席台降调的，南委是做连场感动，就伫新北杨区指挥甲郭国文等人想要爬过南委连场时阵，互人诱来，新北杨是摔个涂骹，讲着头。区指挥郭国文也同款，对艺术桌啊顶头摔来，有5位另野立委送病院。曾水祥因为胸腔杂杂，还阁斗丧事。国民党立委吴宗宪也被送去了救护车。议场韩国瑜几多遍宣布休困，并南北看到人数优势，力图通过。条文规定，每年要请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立委现场提出问题，总统将顺序即时回答。我们今天国民党、民众党立委，我们坚持奋战到底。在种种的威胁恐吓声中，我们依然撑下来。今天终于迈开国会改革的第一步。条文没有经过院长主持的朝野协商逐条讨论，就被强行表决，这是台湾国会史上的第一次。非常遗憾，这个第一次是创下恶例的第一次。议会一直进行到暗时12点，议场韩国瑜宣告休困，但21早起9点继续开。因那立法院外口也无平静，一寡少年人聚集伫咧外口抗议。暗时9点外开始，就差不多300多人规定来表达不满。要是民进党的立委出面反对因的证词，说明议场内面的情形，人才散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昨尾仔5点外，台中大理有高中生溺水，警消官到现场有找到这个学生，不过人是已经被喘气、无心跳，送去病院嘛救无回来。这个溺水的学生读高中3年，本地和其他5个同学小招去钓鱼，煞无细致跋落水。消防出动15台车，34个人走找。虽然落尾有找到人，冒水急救，不过这个学生也是不幸过身。台电拜四暗时，伫高雄的仁武区施工，煞误破自来水管，地区逐工漏水是漏差不多1万吨左右。有风声讲，若准备修理，就要停水5天，有50万户会受影响。自来水公司表示，因会用影响详细方式来处理，啊，若漏掉这寡水，嘛会甲台电讨赔偿。雨水一直对工地围里流出来，路边的排水沟水位也一直关起来。台电正伫高雄仁武区林林路这个工地进行高压电地下化推广的工程，去一架大铁涂骹，口径200公分的自来水管误破，造成水大量流出来。台电掌握每工漏水量大约1万吨，救援继续关漏。应该是属于自来水管，有稍微碰触，就是可能是有稍微的裂缝啊，所以说水就跑出来了。水管的口径伤大，若要维修，听讲要停水5天，上班可能影响50万户，包含科技涵盖南溪、大社、主管，也有桥头、北投这些所在，也有附近店头是真烦恼。我们怎么储水？我们里面上面有2个水厂，我们只能存2天而已啊！你如果到这3天，我们势必一定要电修啊！他说找方法储水啊，5天呢？对啊，5天太……我们民生用水都没办法储了，你叫我们做饮料也要储水。
捞出来水量每天大约是1万吨，若是以水利署上新公布去年每一个人每天生活用水量287公升来算，一天捞到的水大约是34800人的每天生活用水量。虽然只有敢若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市市长水情的提醒，其他是正常。也过南部主要供水的闸门水库脱水率也无到30%。市府也甲台电自来水公司密集会议来参详因应的办法。那整个影响范围要看今天的所有管线的临时管的布设，然后才能够确定未来影响的整个范围。所以我们后续会积极来去协助这一件案子。自来水公司回应，全供水无受影响，会影响民众上少的方式来评估后续修复。真正需要停水的公告时间甲范围，也过停水的天数也过范围也伫讨论。原来这摆加工线误判所流出来水费，会向台电的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新版的幼儿教育照顾法去年开始施行，要防止不当管教事件，却造成3日检举无咧准则的状况。所以教育部是拍算要修法，除非有具体违法行为，若无签名的举报都被受理啊，避免事主继续减少。再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统计，去年消费争议的申诉有78000多件，是10年来上济一届。因为疫情了后，消费的形态改变，线顶拍电动的消费争议是连续3年占上济，航空业的争议无增加。再来看自由时报，教育部公布总统教育奖的名单，拢总有56个人得奖，其中用一支镜头拍字创作的优歌案，佮有重度脑性麻痹的林伊，拢是第2届得奖。因面对逆境无放弃，继续拼，展现正面的态度。来看国家影视厅中心是公开2000多底台湾省政府时期拍的新闻片。这款影片咧，主要是咧宣导省政府的政令、毛保风台运动会、学校教育消息等等。影视厅中心即阵公开影片，予大众使用，要互民众更加了解咱台湾的过去。火车站挤满了离乡背井的日本人，隆隆的车声载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潮。自从世界大战结束，这个历史影像记录着迄当阵伫台湾的日本军民要互国民党政府遣送回去日本的情形。国家影视厅中心为着要响应5月18日国际瀑布馆日，公开2000多1946至1969年期间，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拍的台影新闻片，互民众使用。这内底所标彰的一寡迄个文化的设计，伊会使做一学者啦，做一研究者的一寡迄个素材，所以呢会使对内底来开始研究啦。国家影视厅中心研究组指出，台影新闻片的年代，台湾的电视也未普及，是放伫咧电影要正式开始进行。这个新闻片拢是台湾省政府拍的，主要是政令宣导的目的，不过也有真侪民生的新闻，像风台、地动、运动会等等类型真丰富。在倒塌的房屋中，有些人被困在里面，情况危急。民防队人员奋不顾身，积极抢救。因为以早也阁无三台新闻嘛，所以当看到比如讲风台、北市水灾等等的真济珍贵的以早的人生活的情形，或者是讲什么路通车，啊，阁有什么新的火车等等。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台影新闻片和相关的文物遗产，伫2022年有入选文化部世界记忆国家名录，是台湾非常珍贵的动态影像资料。这款新闻片伫咧中心的官方网站中看会到，以后嘛会继续增加新闻片的数量，除了学术研究、丰富新闻呈现等等，嘛希望让大众更加了解台湾的过去。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来看桥头地方法院有一个姓周的法官，若像和诈骗集团斗空，替诈骗集团藏300万现金，而且是藏伫咧法官的办公室内底。检察署、调查局甲廉政署是做伙去敲法院，佮有法官宿舍，甲这个姓周的法官带到去问话。桥头地方法院透早就真无平静，历史上头一届去廉政官搜查，原来是一个姓周的法官，若像是替诈骗集团藏300万的压榨钱。而且藏钱的地点竟然就伫法官办公室，这一届检调连17拢总出动，搜查法院甲法官的宿舍等等的所在，而且甲人带登去约谈。
看起来就是说，它虽然不是核心的涉入，但是它已经牵扯到诈骗集团的这些不法利益的一些问题。真的是暂时借他来放，还是说是要送给他的？他先前他有自己报告过，帮忙送过10万，可是现在发现是300万，那300万到底跟10万有没有关系？这个县州的法官几啊件争议，拢是为这个案件开始谈。伊一个做律师的朋友陈宏伟，涉嫌甲诈骗集团有交结，互起诉了后，案外案连环爆出来。除了法官含住风波，也有检察官去互指控讲，其实伊才是背后的中介人。另外，还有警察涉嫌泄露秘密给其他的诈骗集团，而且还甲因讲安怎会当闪过查缉。目前看到的是个案，担心就是说未来变成集团化。如果说有一些相关勾结的状况，会不会内神通外鬼？诈骗这个歪风，信号去甲执法的人员，这一届警察、检察官甲法官，想要一个手拢甲因抓起来，都惊这一届并不是个案，也还未发现呢。万不利司法官嘛变做是诈骗集团的打手，唔来影响因的名声，嘛会互诈欺甲犯罪变甲更加歹抓。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有民众买大品牌雪文来洗身躯，煞感觉有定的物件甲扣着，伊甲雪文挖开，发现内底有一片那塑胶的物件。业者讲，因会检验清楚，按照卫生局表示，会派人去稽查，依法办理。因为它那间就是埋在里面，那整个把它抽起来。就是这块蓝色的雪梅和高度近视，看不到雪梅表面是毋是有违禁物件带身时，洗身躯的时阵惊一个。带身时讲，15日厝内底拍开这块全新的雪梅洗身躯，却是雄敢若互顶的物件挂着感觉。挖开一个看，才发现内底敢若有一片塑胶物件。还好这个是算是硬质的塑胶，那我有发现也没有割伤。那如果是其他东西的话，小朋友今天在洗澡或者是洗身体的时候滑下去，其实都是蛮危险。这片敢若塑胶的物件，互刷身时毋敢搁再用雪梅洗身躯，向客服人员反映，一开始对方回应，而且提配公司来回收商品，互刷身时感觉安尼毋对，因为伊想要知影讲到底是多一个所在出问题。17下晡，刷身时也甲业者见面回收问题产品。它这个是印尼制造的，那我们都要送回原厂去做检测。我们真的对您很抱歉，然后让你有这样子的这个消费的体验很不好。业者甲问题雪梅摕转去公司检验，也对生产的流程做全面了解。不过，查证是讲伊无要求赔偿，只是希望业者查明这原因。提供的商品在这个制程以及它的品管的部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失，它必须要去做全面的检视。卫生局将派员稽查，以了解该产品相关制程、品管资料及客诉处理。后续将依调查事实，按《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处办。台北市卫生局讲会派人稽查产品制定，也若一般民众若拄到这种状况，除了甲问题产品翕相来修正，也在依照法律方式要求赔偿。依照民法跟消防法规定呢，企业经营者应该要提供符合现代科技水准、安全性的物品。那肥皂里面有异物，这个造成的损害当然是不符合安全性，这部分当然是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有关这问题雪梅也等待调查原因，只是原本想要轻松洗一身躯，却是发现雪梅内底有物件，甲在民众无因此来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文学馆今年有请厂商设计一个龙年的角色，叫做阿龙。因为这图呢，和中国创作者画是马共啊马共，网友就怀疑是抄人的。文学馆先开始是发布时间证明讲因无抄袭，后来煞互网友发现讲连这证据嘛是假。文学馆即阵是发声明回实例啊，该喙承认讲，这只阿龙毋是因的原创作品，会甲厂商追究责任。国立台湾文学馆今年以龙年做主题，设计一只吉祥物阿龙，毋过说白讲是抄中国创作者的作品。两只龙的外形马共啊马共，毋过第一时间台文馆出面解说，公开发布时间，证明创作的时间是比中国创作者更较早。我们的时间点呢，发布是在他的这个微博里面发布的那只龙时间之前，我们的小编跟他的家人，其实在他的 IG 上就已经把这个龙的形状是放在上面，而且他们自己也有画了好几幅。不过网友落去查，发现发布时间是经过后置修图，佮加上中国创作者发布阿龙的画稿记录了后，台文馆5月16日下晡发声明回实例，证实阿龙的图像毋是厂商原创，真正提出的证据嘛是作假的。国立的机构做这种抄袭的事情，老实讲真的是很让人觉得很可耻，是不是先去找厂商求证嘛？对不对？就厂商也没有没有，
结果最后被爆出来，就要更小一下，国家呢慎选那个甄选的厂商啦。那一开始询问的时候，你还否认，还拿出伪造的证据出来，那我觉得更夸张。著作权现在这么重视，怎么会去做抄袭这种动作？而且还是一个政府单位。民众都认为政府单位干涉抄袭真不应该，但文馆无愿意出面说明。干那经过文理表示讲，迄间否认抄袭是因为厂商提供假资料，除了向原创作者甲社会大众回失礼，嘛会针对厂商侵权的行为，根据采购法甲契约的规定，求赔偿、追究法律责任。相关的制作内容拢总落架，未来嘛建立愈谨慎的审查机制，确保无侵害智慧财产权。记者台南报道。台北宝林地色的事件，地属新竹客家庄卖粿仔条业者生理是变甲真歹，减几若成。而且最近，佮传讲客委会想要甲新宝粿仔条做活动，刷去迪北来举办，最后新宝业者是更较不满。煮好的粿仔条，佮加上香港的油葱，看起来真好食。新竹县客家庄真出名的粿仔条，之前受宝林事件影响。拢无人客来食，到当生理赶快是落几啊成。现在慢慢在恢复了，我觉得它对我们有影响，少了80%。刚开始有影响蛮大的，现在有比较好一点。新竹县长杨文溪中昼特别来到新埔食粿仔条，要来帮业者做声。你一定要加油打气啊！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慢慢的我们怎么样来争取商机？第二个要听取他们的心声，到底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政府来帮忙的？哈。不过最近却传出客家委员会想要甲一年一摆原本补助新埔的粿仔条节活动，刷去特别举办。在对业者一听到消息，拢讲感觉无适合，嘛惊生理受影响。新埔的板条为什么要移去台那个竹北办呢？对啊，而且我们新埔办也是 OK 的呀。我觉得很奇怪哦。对啊，很奇怪。因为新埔是板条，那移到竹北去，客人都移到竹北，那新埔的店家会不会有受影响？以新埔镇来讲，它就有100多家的这个板条店，怎么样来举办这个板条的一个美食节，让大家更对我们新竹县的美食更有印象。业者指出，受宝林事件影响，原本的生意就比过去歹真济，而且粿仔条自过去就是新埔的名产，希望中央听到地方的声音。记者陈文和新竹报道。今年初大选，较细党的大部分拢选无调，立法院真多拿绿白三党分天下。讲到这个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因的票声虽然无够1%，部分区立委的席次分袂着，这选举的保证金嘛摕袂转来。不过因的名声算是变甲真响。台剧台青春咱的梦，下暗7点半，都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场欧巴桑用什么方式实践因的理念。所以你说你们是要什么？2个 cheese 1个 Oreo。大家行好的鸡卵糕是彭公公。这卖鸡卵糕的收入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要筹备政党经费方式之一。这个成立7年的小政党，鼓励党员参与各项的选举，甲社会大众倡议儿童人权、亲子优先等等的议题。虽然选赢的机会无大，不过公民意识的力量推动因向前行。我们在做参选，带着3宝妈做这么多非常艰辛的事情。其实你带着小孩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采取行动的过程，我们是为了我们，他们也会知道自己遇到不合理或不公义的事情之后，他们可以怎么去改变。2024年大选了后，小党无啥发挥的空间。小黑明虽然加做第5大党，不过关注度甲支持率还是无悬。为了提高能见度，党员除了经营线顶社群，嘛会举办见面会，希望用各种的方式，互因的理念会当互更较侪人熟悉，嘛争取到有同款理念的支持者来加入政党。但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种平庸的背景出身的人，也是可以在政治上面崭露头角。小黑明是一个以草根女性组成的柔性政党，伊希望社会上对儿童人权的观念会当更较进步，透过生活实践甲倡导，希望大家拄到身心障碍囡仔的时阵，嘛会当优先互动。如果说我们的小天使有碰触到你，觉得不舒服的话，随时都可以跟我们工作伙伴说。我希望借由我带着孩子，我很大方，对我家己做起，我豆来影响。豆有机会，互台湾所有人看到讲，咱若拄到这，咱有啥物方法，咱会使来甲伊相处互动。对，
这群妈妈们，就是她们真的觉得我今天是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参与政治，所以我得帮我们的孩子把他们的需求跟他们声音，透过政治，再更大声的说给更多人听。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由妈妈所组成的政党，引用柔性的力量向社会发声，讲出改善世界和平愿望。虽然台湾政治的结果是真恶突破，不过因相信只要大人甲囡仔徛做伙，有心就会当证明人权的普世价值。记者洪条成、王一修综合报道。在咧民间信仰当中，12宝者是自细娘娘的保障，会当驱邪镇煞，互囡仔好药吃。台南麻豆南市保安宫就传承12宝者的阵头上8档啊。庙方即阵嘛甲学校合作来推广，希望把这项文化传落去。一个接一个，地面区的人身躯穿红衫，双手提雨伞甲开信，因当咧拍鼓练雨伞花大八卦。这是全台顶头内真罕看到的12宝者，成员由12种的宝者甲一个宝者囝组成的。源头是咧讲单真古保护妇女参红娘的故事。虽讲宝者咧表演的动作无真大的变化，不过这煞有特殊的宗教意义。算迄个守护神啊，迄个对身体也是生生囝有无？这方面的上好啦。做头前就是要人甲迄囡仔收惊，就互伊无用时啊好困，毋是干那囡仔尔，大人啊袂使。甲无我真咧叫这些人出来学，无我也无讲就拢去团哩啦。麻豆南市保安宫的12宝者对民国10年成立，经过5代宝者头来带领，到达传承上8档。本正顶头的成员，敢若查甫的尔。即阵时代改变，加上少子化，就惊文化失传去。地主因买手开放查某的，嘛通做伙参加。比方讲，无论是定制装扮，也是维持传统未改变。查甫的吼，会摕咧较好出来担当，所以阵就是讲有即个装丁出来担任12宝者。啊，因为到即个民国70年来，因为工商社会演变。查甫拢出外趁食，所以迄阵咱来成立查某的来配合。对阮大官对伊传互我，伊年会有啊，然叫我落做，做甲我真做甲做要30档啊。12宝者是本地的一种男人5大香科之一的麻豆香，会使看到。庙方指出，现代少年辈较无兴学这，近来因注心参在地学校合作咧推广，嘛伫庙内打造展示文物的空间，毋望珍贵的资产永续流传。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意大利有一个90岁阿嬷，一个月去比赛走标走200公尺，落尾用51秒的成绩走赢，创下90岁以上的世界纪录。这个阿嬷佫讲，伊已经安排好势啊，后个月甲明年拢要参加比赛。庆祥响起，这一名阿嬷马珍姐开始向前冲，为伊真流利的脚手来看，真歹相信这名意大利阿嬷今年已经90岁，而且才打刷新世界纪录。Sono molto contenta e soddisfatta e anche un po' sorpresa perché non mi sembrava di essere andata tanto forte. Comunque è andata. 1933年出世的马珍姐是意大利田径界的高龄明星选手，为53岁开始踏入短跑运动员生涯，是5项世界纪录甲9项欧洲纪录的保持人。伊在5月初5日室外200公尺短跑大师赛内底，用51秒47拍破日本选手斋藤惠美子伫2020年创下的53秒35的纪录，嘛创下全球90岁甲以上年岁组别的新女子世界纪录。伫短跑大师赛是照年岁分组替老大人设立的比赛，马珍姐伫短跑大师赛内底取得28项意大利各种比赛上好成绩，这嘛互伊的厝内充满满是。È molto importante perché io credo che mi abbia fatto superare dei momenti difficili che naturalmente in una vita lunga come la mia non sono mancati e mi è stato di sostegno, diciamo. E anche mi ha permesso di frequentare sempre molte persone, quindi non essere sola. 甲真侪运动员同款，马珍姐伫比赛时阵会无穿鞋仔来走，嘛袂穿训练用的运动鞋。伫伊摕到好成绩的时阵，伊嘛佮伊甲其他的选手做伙啉米酒来庆祝。虽然伊无佮伊制定参赛登记计划，不过伊已经有定好后个月甲明年的短跑比赛咯。Sì, quest'anno ci sarebbe a giugno i campionati italiani. E a marzo, se riesco a mettere insieme un gruppo da andare, ci sono i campionati mondiali in Svezia. 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
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30度，中部地区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22度到28度。外岛地区20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